即摆要庆祝2对夫妻吼，较特别，因囝2个拢坐轮椅，所以我嘛只好下去吼。苏先生伊是咧庄脚大汉，因为咧庄脚大汉，所以农业是伊的专长啦吼。我即届有机会甲伊太太讲话吼，我才知影讲，哇，这个苏先生苏朝红、张木兰夫妻吼，实在有影无简单吼。这个苏先生伊伫农村长大，他后来是咱中华民国政府派伊去巴拿马做农业技术合作的团长，伊做得足好。最重要往后你就知，那巴拿马政府颁给他2次的勋章。OK， 他好的人家不放他走，他在巴拿马23年，这是无简单的代志吼。这个苏先生伊今仔我要9年前中风坐轮椅，我有感觉咧想讲，我一天嘛坐轮椅，我想讲我可能关于阮房间里内底拢歪出来。这个苏先生，咱中会的节目太极拳、书法啥，伊拢照常参加。搁较感动的是啥？因囡仔是讲啊，爸爸安尼坐轮椅了哦，迄个态度毋知会无聊，态度毋知会对，所以囡仔就甲鼓励讲，你来写册吼。迄当阵电脑无像即马遮尔好，开始用汉语拼字安尼去过，所以这个就是因这个孙吼，因这个孙在教伊安尼。结果苏先生在去年刚刚完成这本书《记忆的碎片》，OK。所以他出这本书，这个书有这么厚，我看过那本书，我看了以后，我实在不晓得怎么讲。苏先生今年88岁，咱家己问家己，我88岁，我有办法做这个代志啊！咱家大声鼓励，好不好？苏先生吼，伊讲伊即马当声嘛是较无好势吼，所以较无方便讲话。我无要紧，我后面甲你讲，讲唔对，你嘛甲我包涵。这个苏先生是安怎赞名突出吼，有当时咱等人讲那个背后有一个女性，对不对？她的背后是什么？她的背后，她一定这个书来对下讲。那位默默奉献的背后的女性，就是这个太太。这个太太，你该想看在巴拿马哈里布哈，她除了爱处理一切的东西以外，她还帮咱的国家做很好的国民外交，而且一切公关的代志拢这个太太做。先生就我要跑慢往前冲而已。咱知影讲，咱真侪人拢来往美国安尼飞来飞去吼。因巴拿马23年了，我知影国互政府调去迄个巴拉圭，搁较难去。咱知影伫巴拉圭伊嘛要转台湾，爱偌久你知无？单坐飞轮机24点钟，转3-4届飞机，转的迄个时间加出来，拄2整天。OK， 这个苏太太吼，伊是因兜的大汉媳妇，伊1个月伊爱搁转去顾因的迄个死大人。所以这位女性，你走过的那个路是我们永远想不到的，真的是非常艰辛。我最近有机会甲伊讲几家话吼，我感觉讲她更特别的就是讲，伊足会晓知足感恩，这是足重要吼。伊就讲我去就是安尼。我咧想讲阮我嘛多安那，我讲一个我就开始去笑所以真的我是想说。很难得啦！最近我时常甲大家讲，唔知你有注意看咱的迄个通讯，我甲咱的名誉会长甘文荣先生，伊迄个来美国奋斗的东西，我看伫网站，所以我有要求苏先生，假如方便的话，我们也可以把他的书放，因为即摆出一本书无简单吼，伊的。囝伊的孙同齐合资甲伊出这个书吼，所以我想讲，咱家己放伫网站上面，那么有兴趣会当去看，会使无？会使哈。好，我们谢谢哈。小太太，你要甲恁先生讲几句，是你是要甲恁奶奶讲几句话吗？我虽然讲话不大自如，我还是要讲几句话。我介绍我太太是西游的人种。西
西游的西。西游啦吼，真少啦，真好的媳妇，真好的母亲，真好的太太。啊，我最近哦，往往拢会去哪去找着，伊酒我几啊遍啊，若无伊甲我救起来哦，我今仔日要当伫遮甲恁讲话。所以伊是24小时拢禁止，袂当出门啦。我伫倒个一定爱当，我春暖爱去站桥吼。所以我非常感谢他，一路上我在驻外的工作蛮复杂的，他帮我做1半以上。我在会议很多时间哦，我们刚刚结婚的时候，他不会做饭，那有时候没有瓦斯炉，那我下班回来看他没有饭没有做好，我这个是日本教育的遗毒啦，大男人主义哦，实在是不应该。就给派，你讲好，你送我回台北，去资本，因为他家里实在是很大，有厨师。我看最后我们在巴拿马的时候啊，连这个大使的厨师啊。都请部连旅行文书团长看那一菜是怎么样做的，所以他现在是我在外头的民族了。民族。所以我非常感谢他，不但替我建这个家庭，对我的母亲是。非常非常的孝顺。那现在，因为他的努力啊，我3个小孩子现在都很乖。我们每一个礼拜6都家庭聚会，所以都住在附近。啊，今天耽误大家的时间，让我讲话，非常谢谢，也祝各位。会有健康平安，谢谢你们。苏先生哦，有讲两句话哦，我想咱这底啊吼，可能无人会像伊讲这句话。伊讲啥？有此贤妻，夫复何求？他真的觉得没有这个太太，也没有他了，所以他这么讲这句话，我看了真感动，真感动。来，你别搞，让大家看看。真拍谁？今日我先生一直夸我，我真的是很不好意思，没有那么像他讲的那么好。谢谢。咱吼，因为伊讲话较无方便，所以我真简单甲你问2个问题吼。苏先生，我即摆嘛甲你问，嘛是恁太太迄个手提这个哦，这个，我想算了，因为伊有一手不方便，伊有一手不方便。来，我甲你问，我只要甲你问两句话吼，就是讲，你感觉这个世界上，你关心啥人，你疼啥人上多？大概不用讲。大概不用讲啊，你家拢戆啦，你还是讲戆听啦。你最爱谁？较大声啦，较大声呀，这唔敢讲的人，我爱听，你这是无办法啦。好啦，最爱我爱啦，大家加油！啊，你再跟我讲，你最怕谁比你先走一步？最反面不能经理站我。昨天还说不好。
有人甲我讲，会长你足吵，哥啊，你感觉我足细心好？我是要甲你问讲，你上惊啥人比你早一步走？上惊，嘛免讲，嘛免讲，哦。我如果留下来，我先走的话，他一定会很辛苦。最理想是我们同一天走。哦，好，来，我们跟他鼓励，我们希望这个期待会成真哦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好，我们再次鼓励，我干嘛让长辈会没有这样的会员，真的是大家的光荣哦，大家互相学习，好吗？谢谢。好，我今天结婚周年纪念就到这边。你有些人嘛，刚刚讲你浓我浓，我耳朵聋，你说什么我听不懂。再说一遍，还是你说你爱我，我就听得懂。你浓不浓，我耳朵聋，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，再说一遍，还是不懂。你说你爱我，我就听得懂。你浓不浓？我耳朵聋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再说一遍，还是不懂。